但即摆毋那疫情尔，这个水情况真无乐观。这个德基水库目前的储水率剩7.6%。中央来宣布，这个德基水库到5月底进前咧，这个累积的雨量若无达到100毫米，那呢中部地区送水5天、停水2天，这个限水的措施会阁来增加8点钟来停水。 也就是讲，一礼拜会停水2天到8点钟。在地乡亲听到这个消息，哀哀叫。德基水库的水是愈来愈少，目前只剩1.6%的水量，本来浸伫水内石壁，拢看现现。离我都自然出水的大水位只剩13公尺。就中央库路讲，要延长中部地区送5天、停2天的限水时间。来的10天，水库积水区的降雨没有达到100 mm 的状况下，早2个小时实施，那结束的时候会延后6个小时。以一日来讲，台中市某一区本来每一礼拜停水时间是为拜日0点到拜四的0点，若是延长停水时间，就为拜暗时的10点开始停水，一直到拜四早起的6点才有水。听这个消息，台中市民拢真紧张。 2天已经够那个了啊，够不方便了啊，又增加8小时。2天我们的水塔够用，你如果再多8个小时，我们的水可能会不够用。紧张的唔那中部地区呢，因为新竹宝山治水库目前的水量嘛只剩3.6%，若是5月底进前累积雨量到不到100 mm， 全新竹嘛开始送5天停2天。一样会分为2区，那总共会影响新竹县市。 大概33.34万户。另外，桃园市甲新北的南口，为5月2开始送水嘛变成柑仔色的电河，水利署会要求洗车的游泳池甲三温暖的业者，逐工要减1/5的用水，避免欠水的情形愈来愈严重。